在新闻，咱来关心以色列特拉维夫市19暗发生爆炸案，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死者是涉嫌炸弹的嫌犯。以色列当局已经把这个案件列作恐怖攻击。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国因斯兰圣战组织拢承认这是因做的。以色列的警方已经提悬安全警戒，也让咱驻以色列代表处发出公告，提醒当地的台湾人要注意安全。 无远的所在听到爆炸的声音，也有火光。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维夫19发生一件汽车爆炸案，造成车顶一个查甫人死亡，一个周围经过民众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局甲警方联合调查，确定是恐怖攻击，是死伫车内这个查甫人引爆的。 אנחנו יודעים שהגופה המרוטשת היא לא של אזרח תמים שעבר, אלא זה שנשא עליו את המטען. האם זה פלילי ופח"עי? מוקדם להגיד. יש לנו קושי כרגע בלזהות את האדם. 哈马斯加巴勒斯坦圣战组织讲，这件自杀炸弹事件是因所策划，也讲以后会发动国家级自杀炸弹攻击，来保护以色列国防军伫加沙走廊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警方已经提升安全警戒，咱国驻以色列代表处也发公告，提醒侨胞注意安全，以下冲突正歹化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开战以来第9遍访问以色列，伫耶路撒冷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进行3点钟的会谈了，以色列答应 支持这项化解停火意见分歧的过渡提案。It's now incumbent on Hamas to do the same, and then the parties, with the help of the mediators, the United States, Egypt, and Qatar, have to come together and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reaching clear understandings about how they'll implement the commitments. 布林肯也讲，以色列答应要派高阶的谈判代表去卡达或者是埃及，和这项提案会让加速进行，时间正案要赶紧做。和哈马斯了解连接因的家属伫会场外口示威，叫布林肯尽一切可能达成协议。 Unfortunately for us,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s not doing its best. It's dragging its feet. It's torpedoing its own initiative, all because of political gains. And we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for putting this effort on the both parties. 以下冲突已经造成超过4万人死亡，双方虽然不伫咧11个停火，并且交换连接，不过尾啊谈判就卡掉的，到即嘛还有110个位连接被关押。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译。